唔係淨係睇 postcode，地段重要，但係間樓本身更加重要。因為你買嘅唔止係地址，你要睇間隔、樓齡、保養、設施、管理同埋日後出租會唔會麻煩。舊樓唔係唔好，但係你要諗清楚有冇 lift 啊，設施夠唔夠，保養多唔多，出租之前要唔要再執。可以睇 Berkeley 嘅 One Kings Road Park 喺倫敦豪宅地段 SW6，鄰近 Kings Road、Chelsea 同埋 Fulham， 價格由855000英鎊起。新式嘅住宅有管理，住戶設施完整，有6英畝嘅公園、6星級嘅會所設施、25米嘅泳池、gym、spa、cinema room、住客嘅 lounge 同埋24小時嘅禮賓服務。想要 Chelsea、Fulham 嘅生活圈，但係又唔想由第一日開始已經要處理舊樓問題嘅買家，自住、出租或者將來留俾屋企人用都好適合。想要最新嘅價單、floor plan、availability， 即刻聯絡我哋 Pitchbook Property， 我哋可以幫你比較 Chelsea 嘅舊樓同埋新盤選擇。